今仔数位部今年的出国医生是比旧年较济，受到第立几的质疑。部长唐凤是表示，这是因为疫情期间实体交流拢总暂停。若疫情以后国内外有真侪治安的问题，拢爱亲身去办。今仔5月20以后，敢会阁继续做？唐凤是讲，目前也无接到通知。 治安攻防以及在经贸谈判上面，基本上对方就会说一定要实体。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去编列出国的预算了。美国、捷克等等18个国家来台湾，这个他们也要编出国预算来进行攻防演练。作为部长唐凤伫会议进行专案报告，说明今年出国预算增加的原因，是要维持治安联防甲电子签证相关的经贸谈判。朝野立委也各部关注轰炸、打诈甲电子签证法的必要甲风险。那这个做了以后，可不可以去减少人民被诈骗？如果他透过 AI 换脸、假账号等等技术，这个就是要靠电子信箱法修法来解决。数位部可以挂保证不会被仿用，我们可以挂保证。那如果他刚好跟我真的同名同姓，当然也许他可以看一次了。但是被抓到是诈骗之后，他这个也会被撤销掉。到底困难差异在哪里？实务统计是什么？比例用的如何？在当政委的时候就已经跟经济部当时还是政法主管机关做过这方面的调查。那委员明定说我们要做这个调查，我们乐观其成，我们愿意接受。唐凤说明，目前在网络顶端有不少 AI 画面假冒证件这的状况发生，希望用经由简单高强度的方式，确定看网络广告的人就是本人。希望立委应支持修法。啊，不过不止出国预算甲打诈轰炸基地，唐凤最近也向媒体质疑，搁一摆引起讨论。你有没有觉得有政治因素？对，好比较说民间对于诈骗，觉得说我们主管地方 OK 啊，但是这些广告平台怎么不去管呢？等等，这个是政治压力没有错啊。那这个部分很感谢自由给我们版面去进行回答。有一些我们看起来也觉得，好像跟事实蛮不符的啦。说真的，那这一部分我们也透过平衡报道的方式，我们自己也发新闻稿来澄清。另外，高一控新政府新内阁上任，唐凤是不是有被征询？唐凤回应，目前也无受到中国的决定。记者综合报道。